繼續來看到金曲獎嘅內地報道，第26屆傳藝金曲獎就喺第8月初二正式來舉行。梅里斯美麗文化工作室就用客家八音亞種專輯入圍嘅最佳傳統音樂專輯獎。專輯數為韓國6個10條，梅里陳家班八音團、陳慶祥同郭慶貴經典嘅曲目，希望俾大家看到台灣早上嘅客家風情。專輯嘅皮係主幫色，打開來看呐，係有關有60米嘅曲盤內圖，也係美麗工作室留嘅。今年入圍嘅傳藝金曲獎最佳傳統音樂專輯獎嘅客家八音，負責人彭文明講，客家八音專輯所留嘅陳家班八音團中陳慶祥同也是為郭慶貴10條經典曲目，現正講是保留嘅都係曲盤，亦用嘅每2年嘅時間，增加以重新閱過。本專輯還有一本書。來收集馬家很多客家八音，以及陳家八音班，同時全部係中英文對照，方便留國內外嘅一個民俗音樂嘅同學來分享。彭文明講，客家人同八音有貴親密感情，無論係過年過節，也係家門嘅頭前橋，都會請八音班來打八音聽鬧熱。也拜頭一拜用家鄉嘅傳統音樂來入圍，而歸歡喜。每講一家10多年嘅付出，有為歸好嘅成果。同時，我建議也係對一個台灣傳統音樂有非常一個濃厚嘅興趣。故在我也10多年來嘅出版品也係全部係非賣品啦，完全係做理想嘅。美麗文化工作室頭擺就係米樂唱片，專門出版客家嘅傳統歌謠，啲音樂界有30多年呢。不順嘅依度歸珍貴嘅客家曲盤，客家八音專輯就係對亞當中重新用來作為。彭文明希望南擺做得間韓國度珍貴嘅曲盤，用現代嘅方式來表現，為向前每做得聽到頭擺嘅好聲音。客家新聞用音樂，美麗報道。